在新苗幼兒園學童活力的表演，為華山基金會敬老愛老的活動來揭開序幕。華山基金會台南 A 區長期在校園進行敬老愛老的宣導，真濟學校嘛伊著築牢愛心袋的繪輯，大大細細的愛心，加上年關就要來到，基金會嘛開始來募集愛心的年菜。華山基金會每年在農曆年前，我們都有幫這些我們照顧的弱勢獨居長輩募年菜。那每一份年菜呢，1000塊。那我們今天這個活動主要就是我們有推廣助老袋。那我們也希望各級學校或者是小朋友可以從小就有那個助人的觀念。那所以我們助老袋呢，我們都很希望小朋友呢，如果你平常有零用錢，或者是學生家長，你在年底想做公益的話，其實台灣的社會需要幫助的老人很多。那我們華山基金會呢，募年菜今年已經第20年了。那我們這個行有很多年的這個獨居老人、弱勢獨居老人募年菜的活動呢，希望大家多多參與，一份年菜1000塊，人手1年菜，祝孤老過好年。真的非常感謝，就是華山基金會長久以來針對我們這個3E老人這個失能、失智、失醫的這個老人的這個琢磨非常非常的深。那每年的年底呢，都特別的舉辦這個招募年菜的這個活動。那這幾年特別又在進入校園讓小朋友可以這樣子從小培養這個不但是存錢，然後把這個錢再轉為做更大的這個愛心的這個活動。那當然社會局也非常感謝華山基金會的這個善舉。那我們也呼籲這個不僅就是社會大眾，那我們這個小朋友那我們學校大家能夠來共襄盛舉。現場出席的除了基金會的志工、長輩，包括市府社會局機要秘書、東區的區長，以及議員蔡小薇，甲着長輩仔服務處的執行長歐振豪，嘛攏到場來致意，並且咧真響應愛心助老、代代相傳的活動。華山基金會表示，大台南地區目前服務弱勢長者大約有2600位，不過伊着當年的服務，甲着愛老人、愛團員的服務經費，還閣有將近70%的底欠。因此，基金會希望各界會用發揮愛心，加一點關懷，就用幫助獨居的長者。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